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9的《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通过，日后若无危害人命的记录，消防员会使免做有危险的救灾行为。中国民进党主席周庆俊甲张秀业，伫咧去年选举时阵收中国的钱，违反政治献金法，被起诉。中美贸易战影响到台股内大起，是29冬半来上界悬的。台中市环保局伫咧二月甲台中火力发电厂开6000万的罚单了后，搁再要求在明年正月15以前，若发现规年所使用的涂炭超过1104公吨，就会搁再改罚2000万。台电也讲，这根本违反着台中市政府当初发牌予因的约定。若搁再改罚，恐惊是违反着信赖保护原则。台中市环保局在28对台中火力发电厂罚6000万了后，搁再提出限期令，以台中市涂炭管制自治条例到明年1月25进前，全年的涂炭实际使用量要降到1104万吨，只要超过这个数字就会开罚。如果他违反这个自治条例的规定，我们就是开罚。好，开罚。那上限是2000万。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停工。环保局指出，台中火力发电厂今年涂炭使用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呼吁爱调节涂炭使用量，并且已经在10月2日发公文予台中火力发电厂提醒来减40%的目标。109年的1月20号之前的一年，要落实1104万吨生煤的使用量的规定。这个在听证会里面，大家都是很明确。有一致的见解，就算许可证还没到期，我们都可以直接主动帮他办理异动。台电回应，台中市政府原本核发108年2张的许可证，全厂涂炭年用量已经超过1600万吨，即阵雄雄通知，敢若剩3个月时间，一日减少496万吨。那是台中市政府执意要来开发，一个违反信赖保护的原则。而减少全厂生煤用煤量的40%，则是从明年的1月26号才开始的。没想到市府突然在10月22号就发函给台中电厂，要求明年1月25日前就要减煤到1104万吨，而且可能开罚，这样实在有违信赖保护原则。台电强调，今年估计台中电厂减罚度数是去年同期的5.4倍，配合改善空气污染。不过，台中市环保局讲，小涂炭减少量已经放入去自治条例第3条，同时也无违背能源法上位的法规。台电必须负起企业责任，到底来对抗空气污染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无爱让意外搁再来发生，立法院在今日透早三读通过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也就是将这个核子生命3权的退避权、调查权、资审权放入到法律内底。未来若阵火灾现场若无危害到人民的安全，消防员是会当免执行危险性的救灾行动。这个月初，伫台中大雅的免洗田区工厂发生大火，迄当阵工厂内面无员工，但是2名入去火场找找起火点的消防队员，煞伫咧大火当中，互放立的物件底掉咧，不幸殉职。为着要保障消防员的工作权，立法院再起三读通过消防法修正案，上受关心的就是未来消防员会当卖执行危险性救灾行动，确定入法。有一些沟通协调上面的这些问题，党团协商里面都已经处理过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尊重立法院的审查。消防署表示，伫咧和各党团沟通协商了后，最后通过的版本将性命3权包括在内。除了伫救灾安全的前提之下，现场若无人命危害，会当卖执行危险性救灾行动的退避权之外，嘛规范工厂管理权人要提供厂区的化学品、白面配地图等等抢救必要的资讯，若无相关罚10万。另外嘛，新增加调查权，因为灾害抢救造成死亡，也是重伤事故的原因，应该由相关机关组成灾害事故调查会。那先调查，我们希望它是，只要是消防人员出勤、受伤、死亡，我们都应该要调查的。就它不会只限于火灾，我们只要达到3个全日，他都没办法回去上班，表示说一定事情有一些严重。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认为，除了资讯权之外，其他征收条文拢是拍一个版本。认为以灾害事故调查来讲，应该是消防员因为受伤3天无法度出勤，都应该调查。未来会继续监督修法了后，主管机关是毋是有落实对基层消防员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咧昨讲总统蔡英文甲民进党几个位县市长写做白个碰皮，外界质疑韩国瑜是替人外表伫咧做文章。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也回击讲，会晓做代志袂甲外形无关系，也口说韩国瑜讲上无军袂困到中昼。过40天，再一次有总统亲自校阅大型农业机具。早起蔡英文总统来到桃园农业改良场出席大型农机具展，致辞的时阵表示，政府已经投入8亿补助小型农机，嘛提供价利贷款，宣布搁再投入8亿补助大型农机，带领台湾农业走向智慧化、新人工的现代农业。若是针对媒体问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批评总统蔡英文肥软肥软，就连郑文灿甲林佑昌等人拢予伊攻击，蔡英文嘛回击讲，敢会晓做代志甲外形无关系，嘛笑笑讲上无阮袂困甲中昼。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第1名的直辖市长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最后1名的直辖市长来说三道四，我们第1名的直辖市长，我们让他讲一讲好了。陪总统会同市长郑文灿嘛讲，韩国瑜搁失言咯，希望韩国瑜会当以流汗代替喙烂。伊认为选总统毋是喙烂比赛，嘛毋是操蛋比赛，希望台湾选举会当回来正确面和国家愿景。我是喜欢做事，乐在工作，懒惰跟我是绝缘体啦。那其实一个好的市长哦，就是要用汗水来赢得尊重。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呼吁选举上好莫做人身攻击，爱韩国瑜家己甲站在的。选举无论怎么样，最好不要做人身攻击，尤其我觉得对女生用身材评论人家，实在很不当。对韩国瑜口说民进党近摆若选举，就摕雇主权当作施政不力的肉店。蔡英文嘛呼吁韩国瑜莫用轻慢的态度面对。伊强调，今年初中国已经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主权确实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若无主权，就无法度守调民主甲自由，做伙保卫2300万人共有的主权，莫被剥夺，这是上要紧的。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继续在中华拼选情，不过在前一天，韩国瑜也针对着总统蔡英文甲民进党的县市长，拢批评因生做白泡又个碰皮，引起失言的争议。韩国瑜在下晡也回应讲，这是咧比喻民进党执政袂当食甲油细细。干了对使做总统。甲六人党的戴荣仪我加落来向电好彩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听基站心声的旅途，而到继续来去彰化，再去前往花大乡的郭金园甲农民来座谈，认为农村甲渔村需要有新的部分来加入来，嘛搁一再强调讲台湾农渔产品外销的重要性。台湾的农产品、渔产品一定要在30%左右要外销。那有了外销之后，农民渔民心中价格他就知道一个支撑点，因为你没有外销，你没办法比较。韩国瑜伫果子园甲柑仔板落来直接掰开来食，表现出亲民的形象。毋过伫咧前一天的行程，伊煞批评总统蔡英文甲立营县市首长拢生做甲真碰皮。韩国瑜伫29早起并无来回应，颠倒是陪伊走行程的彰化县长王惠美是斗相共来替伊讲话。他的个性就是直话直说，比较不懂得修饰，但他的意义应该是在讲说蓝绿的资源差异差太多了啦。毋过韩国瑜2到下晡去复兴乡和安公参拜时阵，面对媒体一直来解问，总算是做出回应。过去几10年来支持民进党的所有的乡亲，这一次讨讲啊，较清楚，把脑袋打开来，民进党执政不能够吃香喝辣，也不能够派系分赃，也不能够贪污腐败，要真正的为人民来造福。所以我用这个比喻。面对外界质疑，伊讲唔对话，韩国瑜并无来回失礼，而且搁一届来批评民进党。伊讲这半个月听基站心声的旅途，伫中南部真侪县市拢听到讲原本支持民进党的民众反映讲生活是过甲真艰苦，所以伊才会用这款的形容词来讲。记者综合报道。由台北市长郭文哲来带头的台湾民众党，目标也要来拼立委，也划出3党无过半。不过，市政府顾问蔡碧如透早接受电台访问的时阵，说讲郭文哲当日安排2024年的选举，而且郭台铭也会来甲伊斗协助。不过，郭台铭的发言人蔡心如也回应讲，世间的代志有影是真歹存在。
台北市长郭文泰伫2年市长了后的下一个目标，敢是2024选总统。伊的幕僚蔡壁如在迄个广播节目内底，也了郭文泰当日布局2024。下晡市议会市政总质询拿亚市议员拢认为郭文泰有2024总统梦。2024参选总统的梦吗？睡饱比较重要，不要做梦啊！我先发表他的言论与本人一切无关的话。蔡英文如果连任的话，一定会清算你。那你现在又提前说你要选2024的话，那不就是让所有人趁早把你打死吗？会不会担心这个？会。郭文泰否认，伊阁强调讲，这个讲法是扣分，伊从来无甲郭台铭讨论过这个话题。蔡壁如伫节目内底提早讲2024总统议题，伊阁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嘛有意思要来斗相共。因为他不选了，所以他就有点对不起柯市长。那如果那个市长在台北市长任内做完2024，如果他还有要那个往前进军那个总统府的话，那他如果还有心有余力，他也可以帮忙。2024郭文泰选郭台铭无要选吗？两个人敢是早个已经有共识。郭台铭发言人永龄基金会副执行长蔡庆如认为，世间的代志真歹讲。世事难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等这个2020这一关过了之后，我们再来说？所以2024是郭董的下一个人生开始。应该是要这样讲。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墨菲定律，也不用把话说得太死了。台湾卫生公布第一波立委提名名单，蔡庆如代表郭台铭出席，讲大家拢是友军，嘛因为郭家军目前敢若剩李正颖参选区域立委，11月初9伊要成立竞选总部，郭台铭甲郭文泰拢会出席，两个人敢是讨论着立委提名名单，外界拢咧看。记者郭彩阳、刘志嘉台北报道。为着让台湾甲美军买66台 F-16B 战机的特别预算有法院依据，立法院在今仔日三读通过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也写着所需要经费上进磅是新台币2500亿。另外，军方也规划新战机进驻台东志航基地，是因为中央山脉会当阻挡中国解放军的雷达政策。立法院29三读通过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和台湾甲美军购买66台 F-16V 战机的特别预算有法院依据。国民定这届军购所需要的经费上限是台币2500亿。军方估计2023年头一批战机有机会会当交机。空军非常感谢各位委员的支持。后续是立法院完成预算审议之后我们空军会依照计划的预算来完成战机的采购专案。空军认为 F-16V 会当保强空防的战力，条例三读通过，更加会当提振士气。因为军方规划 F-16V 战机要进驻台东志航基地，学者分析新战机部署伫东部主要是考虑战场经营，因为中央山脉会当阻隔对华解放军对突破侦测，达到创行中的效果。搁再加上主本的 F-16战机部分驻守伫花莲，后勤保养资源更加利便。它有3枚的屏障，所以第一个，中共的雷达是无法掌握这边的战机的动态，很难精确掌握。第二个，它跟稍北一点的嘉山基地会变成互补的一个战略的部署态势，而且在中央山脉以东的这边东部会变成一个隐形的逆中走廊。学者讲，最近美台军事合作继续升温，主要是因为川普政府表态加强对台湾军售。美台军购案是建立伫咧安全意义以及对民主自由的价值分享方面，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对两岸关系有正面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中美贸易谈判有新的进展咯。美国联准会有机会降利息，美国大起，台股在今仔日盘中夜捌冲到11373点，是29冬半来上界悬的。不过也出现真侪人想要买，落尾收盘是起小块，起18点，收伫11333点，成交的金额是新台币1456亿。八大类股在今仔日是风水轮流转，机电、金融、食品类股有起，硬件、造纸、纺织、塑化、燃油类股是跌落去。台积电在今仔日是开悬走悬，收伫咧新台币298块半，
市价也来到7.74条，是有史以来上怪悬的。有分析师表示，台股目前资金的行情敢会继续来走悬呢？关键是伫咧台积电的股价敢会当冲破300块。马在目前台股指数计算，就当知影未来趋势啊。境外资金汇回转法施行了后，有真侪台商开始把海外资金转转来到台湾。根据财政部的统计，申请的金额已经超过158亿。不过，所有一位台商的资金却伫咧中国卡掉的。财政部长苏建英也表示讲，目前为止台商资金汇回拢是真顺利，这个卡掉的个案，拢搁爱进一步去了解。海外资金汇回专法开始2个月，到底有偌济资金汇转来台湾？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已经有新台票158.7亿的申请金额，其中已经核准79.7亿，实际汇转来已经有13亿。不离个即马所传出讲，有一件是要对中国汇转来台湾的资金去互资本控制。那个是中国的这个外汇管制措施，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知会。但是我想如果台商真的要汇回来，也许他可以其他的管道或怎么样来做营运。如果没有办法在期限内汇回来的话，那在2年内他可以随时都重新申请。根据财政部的掌握，目前台商资金汇回还佫有真侪人伫咧看，主要是对相关部会所定的资法规有一寡无了解，所以无法度确定讲今年会有偌济资金回转来。毋过就伫咧台商渐渐转来台湾投资的状况之下，到今年累积的投资金额已经超过6000亿，预计伫今年的总金额差不多会增加到7000亿。我是非常相信2.46%一定会达成的哈，因为这么多的台商回来，这个月就会超过7000亿嘛。那今年会算在我们 GDP 里面，大概只有2000亿元，所以后面的这个5000亿到6000亿呢，都会算在明年的 GDP 的增加。财政部强调，讲要建立有利经商的环境，除了提供税务专门的服务，发布该税令，订定一致性的税务认定标准，而且佮制定境外资金汇回专法，就是希望讲鼓励资金转来台湾进行实际投资，改善盈利事业境外转投资收益累积伫外口无分配的问题，嘛互国内经济增加资金，带动投资动能。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台湾颠倒互美国的投资者真看重。经济部投审会核准谷歌汇入新台票260亿，用伫咧扩展台湾的投资事业，以及着分化资料中心。谷歌今年9月份宣布要伫台南设第2座的资料中心，投审会预备召开委员会议，通过核准谷歌汇新台票260亿之外，用伫咧发展台湾的投资事业，分化原本已经有的资料中心。那通过以后呢，我们就来协助他，在投资方面有需要跨部会协调，经济部会来协助，希望能够尽快让他顺利的在台湾投资。其实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台湾颠倒搁较受美国商人的介意。根据经济部统计，2017年美国来台湾的投资额差不多是2.15亿美金，2018年增加到2.65亿美金，到今年前3季差不多已经是录到去年的纪录，累计差不多是2.59亿美金。除了都早期投资的民生用品、药品、家电，最近20年转向 IT、半导体、还有 Google、Airbnb 等等新型的产业。我想在这个 IT 方面呢，台湾一向是最稳定，相对也是成本 CP 值最高的，而且我们对于这个公司的业主的忠诚度大概也是亚洲里面算是很高的，特别对 Google 这种环境应该是非常好的。若是企业相关性的5项欠的问题，经济部表示会盘点中华以南6个县市的土地，预计2年以内会当提供540公顷的土地。劳动部嘛会针对人力的部分，互企业方便，会当先用外籍移工，而且伫1年以内，甲台湾人力的部分保好，互生产线会当开得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规划真侪年的高雄桥仔头科学园区，在今仔日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未来会做智慧机械、航太加生医等等5大产业。高雄市政府是真乐观，不过民众也表示讲，爱看到成果才会知影。这片开阔的农地就要变成科技园区，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资本高雄新市镇部分主体商用区土地变更做产业专区，打造南科高雄桥头园区，市府乐观面对。
不管从淡海新市镇或者是桥头新市镇看出来哈，可能跟原来设定的目标有一些出入。那在这样状况下，市府多年前哈，我们就跟内政部建议哈，这样以住商为主的新市镇的一个发展形态哈，能不能考虑一下把部分的一些未使用的土地做一些调整哈，提供给产业界使用。中央和地方合作，因应在地企业和台商回流市场的需求，规划包括智慧机械、航太、半导体、智慧生意和创新产业5大类别，结合高雄路调和台南科学园区，成做产业走廊，搁甲其他和在地本州、大社和金埔工业区串联，促进地方产业升级。它是对比较高科技产业，我们是比较化妆品的产业，所以不是针对我们，所以对我们的那个帮助可能比较没那么。在地生技公司是规划范围内的合法工厂，但是业者对产业主导效应持保留态度，附近的民众嘛在观望。中头这发展是好啦，好唔知有确实无确实，咱嘛唔知影啦。号称20档内新市镇上大的都市计划变更案，划定的358公顷的土地内面，大塘持有土地占67%，扣除国有和公有土地，民间土地差不多26%，初估定收费用超过270亿，按算3个档完成整地和公设施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下观光直航的消息。花莲县政府甲韩国的航空公司 ESTARJET 签订18个航班的包机业务。今仔日是头一回来台湾，邀真侪韩国游客来到花莲，这也是韩国历史上头一摆直接飞来到花莲。观光业者也真期待未来发展。韩国伊斯达航空737-800型的班机，载189个人，早起8点05分伫韩国仁川机场起飞了后，伫10点顺利降落伫咧花莲机场。花莲县政府正注重这条航线，第一届虽然干那18个航班，毋过包机的目标定伫咧10年。一周有3班呢是从仁川，1班呢是从釜山，所以等于一周呢有4班从韩国直飞花莲的航班，每一班呢大概满载是189人，可以换算出来呢，一周就可以增加呢大概有1000个左右的韩国的贵宾。韩国旅客入关了后，就随去泰鲁阁国家公园来观光。花莲的旅客是坐在1点要登机的飞行机来飞去韩国仁川，在1月7日了后，可会当直飞釜山。对旅游业甲花莲的民众来讲，拢真利便。以前要到韩国要坐那个北回铁路，然后到台北再转车桃园机场，非常的麻烦。花进花出的部分，这个来讲都会对我们花莲当地的旅宿业者带来一定的这些所谓的住房量的部分，以及在这边消费的能力一定会比之前他们从台北进出的时候的力道还要大很多。花莲县政府强调，讲面对观光拄到的问题，花莲最近这几年一直向国来争取直飞国际航线，目前除了直飞韩国仁川、釜山以外，还有直飞山东甘埔泽。11月份，还有华信航空花莲直飞日本的包机业务，希望对花莲的观光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君鸿酒店收起了后，一再有员工指控讲，因饭店的头家欠因租遣费加预计工资，拢总超过5000万。在今仔透早，君鸿酒店进行点交，员工甲租方双方的人也在门口互相呛声。就100名前员工尤其北部条啊，伫君鸿酒店头前抗议，要求租方还钱。已经停业的君鸿酒店，会知影高雄第一进行点交。本来员工不满前董事长张庆辉欠458名员工租遣费和预计工资超过5000万，来到现场和租方人马对峙。不过前董事长张庆辉却反驳表示，巨债退休金和部分的预计工资已经发放，其他是因为法院的定数影响员工的分配债款。为了就是保住员工的资遣费，但是最终法院说可以了。你们的文件我都收到了，符合，但是呢，我没有钱分给大家，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完全不能接受。不过员工所讲，租方是一骗再骗，双方人马伫酒店门口互相呛声。债权的分配，在6月3号就已经分配完了，7月5号才告知我们跟法院去争取，明显在骗我们员工嘛，根本不可能，因为呢。这个拍卖的款项跟扣除掉那个原来他是欠那个外资银行还有欠税哈，还倒扣，现在目前还有33亿左右。
公司劳工局表示，刘庆辉已经被限制出境，包括工资和具体退休金已经拢发放了。资遣费的部分，劳工已经摕到债权证明，预估上紧在月中旬由典藏基金发放。记者李小燕、柯建准高雄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福真。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 头人巴格达迪26号美军团围住了后，落尾互美军的军舰逼到无尾巷，伊煞来点住爆药来自杀身亡。美国总统川普伫2八也伫推特俄罗这只军舰立下悍马的功劳。美国总统川普伫背地的推特顶面打出一拍大讲，甲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逼到引爆炸弹自杀的军狗的相片，并且俄罗这只英勇的狗仔表现真好。有国防部官员讲，这只军狗叫做柯南。不过2八早前，美军将领则讲，暂时未公布这只军狗的相片甲名。不过强调，这只勇敢的比利时马连来狗仔伫任务过程中受伤，即阵已经归队伫秘密地点来服役。But the dog is still in theater, returned to duty with its handler. So we're not going to release just yet photos or names of dogs or anything else. It's a classified unit. We're protecting the dog's identity.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培2八强调，尽管巴格达迪已经死去啊，不过反恐怖局势依然复杂，更加无代表伊斯兰国会就此就瓦解。就川普伫进前的记者会中讲到，巴格达迪伫临终进前一直大哭，军方是对此讲法保留。President Trump described yesterday Baghdadi whimpering and crying before he died. Can you elaborate or confirm those details? I know the president had planned to talk down to the unit and unit members,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 source of that was there. But I assume it was talking directly to unit and unit members. 川普2016年竞选时就讲要出巴格达迪的性命，即阵第一面临国会发动罢免，加上铁军叙利亚决定受到国界的批评，声望继续来下降时阵，传来巴格达迪死亡的消息。专家认为，这一定会加剧川普明年竞选连任，一直宣传的选战主要重点。It's the sort of 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lmost certainly use on the campaign trail going forward. It allows him to rally. It certainly is a foreign policy credential that he'll be able to use on the stump as he seeks re-election. 美军3个州部队26深夜在叙利亚伊德利普省边境的小镇巴里沙，甲巴格达迪围起来，现场发生真侪摆爆炸画面已经流出来。巴格达迪死亡了后，由叙利亚库德族线民摕到伊所穿的衫裤，经过 DNA 比对身份无错误了后，遗体已经火化，并且也伫阿拉伯海内底。发信社讲，即阵包括一名突尼西亚籍甲沙特阿拉伯籍的恐怖团体领袖，拢可能成做巴格达迪的接班人，继续来领导 IS 制造恐怖活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会伫咧即礼拜举行2场听证会，检讨波音737 MAX 机型之前小连续发生2件重大的飞安事故。根据媒体 Lotus 所提到的证词，讲波音的执行长 Muhlenberg 会伫听证会承认公司有疏忽。另外，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发表西航空难的调查报告，也讲这飞行机会摔落来是甲波音飞行机的设计有关系。去年10月29，印尼西亚航空波音737 MAX 机型发生空难，时间无到5个月。伊索比亚航空公司共执行的班机过来失事，2件重大事故总共造成340个人死去，所以叫全世界来敬佩。波音的执行长米伦伯格会伫29、32天来参加美国国会听证会来检讨疏失。根据路透社提到的书面证书，米伦伯格会承认波音公司有疏失。Looking forward, we continue to target regulatory approval for the 737 MAX return to service this quarter, though it's the FAA and other global regulators who will ultimately determine the timeline. 根据路透社得到的证书，米伦伯格会向美国参议院常务委员会来承认，讲波音公司有犯错误，底数有一寡代志转来细决策。公司已经针对飞行机来做改善，而且保证讲这寡飞安的意外袂再来发生。毋过波音公司无公开这寡证书。另外一方面，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嘛伫25发表西航波音空难最后调查的报告，甲失事的原因归伫咧飞行机的设计有问题，驾驶员的训练无够，还有机组员的表现无好。报告指出，波音737 MAX 的操控特性检验系统 MCAS 的设计甲核准的过程拢无够确实，失事班机的 MCAS 内底有一个监测器无正确的调整好好。We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report that was released to us today. We still feel that it didn't provide us with the information that we've been looking for.
中國嘅波音公司甲西航受難者嘅家屬達成第一件和解賠償嘅代志。根據了解，每一個受難者嘅家庭上無會當得到120萬美金嘅賠償金，差不多是3754萬新台票。毋過波音公司拒絕評論這件代志。記者綜合報道。日本天皇德仁在2日舉行謝位典禮了後，皇位嘅繼承也出現了問題。雖然日本敢若會當予查甫來繼承皇位，不過德仁敢若生一個查某囝，也就是愛子。民調顯示，超過8成嘅民眾支持未來由愛子來繼承皇位，成做日本嘅女天皇。香港嫌犯陳同佳今日來台灣投案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今仔日向媒體表示，伊無咧掌握陳同佳當時要去到台灣，也強調講未牽涉到政治操作，香港政府也未大動作來處理，呼籲社會各界甲台灣攏要用這款的心態去面對。內政部長徐國勇也回應講，敢有政治操作，民眾是看現現，也強調講香港唔辦台灣來辦的立場。陳同佳案件引發台灣、香港政治角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回應媒體提問，講伊無掌握陳同佳什麼時陣來台灣，強調無涉入政治操作。咁所以目前嚟講咧，我都唔掌握究竟佢幾時會離開香港去到台灣啦。但係我都喺呢度呼籲咧，呢個係唔係一件所謂有人形容係政治操作嘅事。咁所以社會各界咧，特別係包括台灣當局咧，我希望都係用呢個嘅心態咧嚟到處理呢件事啊。伊講對陳同佳出港了後，攏無想要用真明顯的方法處理，因為伊喺香港已經是自由的人，無度擱再用法律基礎來扣押。即陣收到信息真亂，因需要好好來研究，確保到台灣了後會得到公平的審問。對了，《金融時報》報道，北京要解貼外消息，伊講是別有用心的要件。呢啲揣測性嘅報導，無論係針對特區政府或者我針對我本人，都唔少嘅嚇。但係我留意到咧，就國家外交部咧係有作出一個澄清，係透過外交部嘅發言人咧係澄清咗呢個係一個別有用心嘅謠言嚟啦。也唔過針對伊講，陳同佳案件唔是政治操作，內政部長徐國勇是回應，民眾會做相關嘅解讀，也擱再講香港唔辦，台灣辦嘅立場。沒有政治操作都非常清楚了哈，民眾會做相關的解讀，包括香港人自己都可以做解讀，還是希望說趕快把它繩之以法。那還是一句話，香港不辦，我們辦。陸委會強調，台灣司法當然會確保公平審判，並且呼籲香港付諸行動。政府已經指定窗口給香港，陳同佳甲家屬來台灣無障礙，香港嘅責任感加嫌犯嘅真實意願是本案唯一關鍵。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區議會選舉會在11月24日來舉行。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伫咧透早收到選舉主任蔡亮嘅通知，講到香港眾志所主張嘅民主自決，將香港獨立當作是選項，無符合候選人嘅資格，提名無效，叫做本屆區議會選舉唯一項取消資格候選人。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為區議會南區海怡西選區的選舉拍拼，不過離到早起南區選舉主任蔡亮正式解通知，無符合候選人資格，提名無效，成做香港本屆區議會選舉唯一被取消資格候選人。黃之鋒譴責港府進行政治嘅選擇加審查，選舉主任蔡亮論罪思想警察。今次嘅 DQ 根本就係一個嘅讀心術，呢一個讀心術只不過係為咗將政權一啲不合意嘅人係強行去篩選。黃之鋒講報名了後，不明確表示無支持香港獨立是自決選項，也過蔡亮認為黃之鋒是眾志創黨成員，2016北發布一篇眾志一致認為香港獨立是香港人自決前途嘅選項。一般人也是安尼相信，黃之鋒是眾志嘅要職，立場也是安尼。港府後來也以新聞稿回應，擁護基本法是區議會議員嘅基本法律責任，鼓吹也是推動民主自決，也是以任何形式提議獨立嘅人士無可能擁護基本法，無可能履行區議會議員嘅職責，支持蔡亮嘅決定。咁即係呢個已經係超越制度嘅問題，呢個係針對人，呢個好明顯係對人不對事㗎啦。咁呢一種嘅政治操作，好明顯亦都係完全唔介意咧，係出醜於國際嘅。
泛民主派人士认为，政府提指控开刀已经歪插国际社会观感。去年伫立法会补选相关以政治联系而被选举裁定提名无效，失去参选资格总执行官周庭也讲，政府2016年开始打压异己。即阵轮到区议会，呼吁香港市民在1月24出投票，更加爱继续在街路上甲国际发声，甲香港民主理念传出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民进党党主席邱庆俊甲张秀业，互检方查出，伫咧去年9合1大选的时阵，违法收中国资金189万元。在今仔日，根据着违反政治献金法，该提起公诉。邱庆俊也否认讲有收中国的钱，也强调讲这条钱是伊家己的。我们没有收到共产党的任何的照顾，我们没有。我正准备要告这个检察官。中国民进党党主席周庆俊的情绪真激动，坚持无承认讲选举期间有收中国的资金，因为伊甲共党的秘书长周秀业去用指控，伫去年9合1的大选，涉嫌收中资赞助189万8820块。两个人去互北检以违反政治献金法来起诉。周庆俊认为讲家己去用压迫，伊解说这条钱7成是伊个人家己欠落来，敢若3成是伫中国做生意所管出来的。是我自己给同心会的钱，我是同心会的会长，我维持同心会的开销。这个案件是因为去年10月份，张秀业参选台北市议员，去互北检查到讲，伊用庆祝中国69周年的国庆做名义来举办参会，佮伫会场向选民拜票来造势，涉嫌贿选，去用伊违反选举罢免法来起诉。事尾继续来追查资金的来源，结果发现周庆俊、张秀业毋但收中国来的资金，佮伫咧无经过检察院的许可，无设政治现金的专户，就收买17万元的政治现金。违法收受来自大陆地区或港澳的政治现金，且未依规定期限办理缴库，及第26条第2项，未经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而收受政治现金等罪嫌。2020的选举，法务部针对可能出现集团性的买票，还有中国等等境外势力利用各种管道来干涉选举，已经有对策。我们也查到了几百亿的地下通汇，我们每笔呢都会要求调查局或是警政署呢能够做背景的清查，看他这个钱究竟要做什么。如果做选举用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犯罪了。法务部表示，中国想要干涉选举，主要是透过地下通汇方式来运送资金。目前已经执行2波的行动，有可能会安排第3波，要让境外势力无所在逃避。记者综合报道。日前，国民党一再阻挡中共代理人相关提案，在今仔日，民进党却雄雄改变议程，正式将中共代理人相关提案交予委员会完成一读，接落来会由委员会来排案处理。民进党团表示，希望在这个会期完成修法，不过国民党团也强调讲会反对到底。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提出中共代理人等相关的修法，但是进前，和国民党团和亲民党团提出合议案阻挡，煞无法度复议。民进党团第29提案变更议程，得到无异议通过复议一读。请委员会对本案有异议？没有异议，照民进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这个交付委员会审查的相关提案包括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等人所提出中间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和民进党立委尤美如等人所提出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草案，和时代力量党团所提出中间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等，刷到来摆案都交予委员会调集委员处理。各个委员会都尽全力，现在在赶预算的部分。好，那我们先把法定时间处理完，我们就会开始进行摆案。都不一样的版本，那过以后之后会怎么处理，我们再来思考看看。我们会全力来阻挡这个条例，基本上违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已经违反了民进党立党的精神了。那其实也不符合自由法治的精神，我们一定全力反对。国民党团表示，委员会审查时会强烈反对。民进党团是表示，因为有过大的提案，应该会经过讨论并案处理，尽量在本会期完成。修法大方向规范的对象，不是台商，一定是相关政党或者是特定媒体。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到咱囡仔的健康。
国内个新增加4例肠仔病毒引起动症头的案例，分别是3例肠仔病毒71型，甲1例克沙奇 A2型。疾管署也提醒民众，目前肠仔病毒也阁断得严重，也请民众爱注意。那他们一开始的症状其实都是像高烧、疱疹性结节炎这些典型的症状。那是在发病之后大约3、4天开始出现一些重症的征兆，像是肢体无力、活动力不佳，或者是有呕吐跟抽搐的情形。那他们是在住院之后，然后经过治疗，平均大概是经过10天之后，就是出院。疾管署表示，新增加3例肠仔病毒71型的案例，是一个北部7个月大的查甫婴仔、3岁的查甫囡仔，甲南部9岁的查某囡仔，3个人拢出现发烧烧真悬、出红疹、会吐，而且喙破、四肢无力的症头，也因为安尼连带治疗脑炎甲急性无力量骨髓炎。也那另外一个克沙奇 A2型是中部一个血外的查某囡仔，也出现两骹袂行的情形。住伫咧较偏乡的士大人，若准是着癌，因为交通的问题，常常拢无法度稳定去治疗。台湾癌症基金会的调查显示，东部、南部家己骑车去互医生看的患者，竟然要到7成。也因为交通无方便，伫咧东部、南部也有要到7成患者，捌有想要放弃治疗想法。住伫宜兰县大同乡山区的叶先生有食道癌，登去病院看医生的时阵，常常拢是顺续坐别人的车，也是坐客运车来回。大部分早上7点半就坐公车，下午我就坐3点半的。像我们路程比较短的吼，都没有位置坐。若是坐客运的无位通坐，单抓一届就要徛点外钟，对病人来讲是真辛苦。为了了解癌症病人城乡交通差异，台湾癌症基金会对全台进行问卷调查，显示南部地区有72%，东部地区有61%的病人拢是家己骑车登去看医生。来看一下北部地区，患者骑机车看医生的比率只有9%，有86%的北部患者拢会去坐捷运抑有公车这的交通工具。其实是很心疼的发现，这些银发的长者呢，他要去就医的时候，居然大部分是骑摩托车，不仅是体力上面的挑战，还有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问卷结果也显示，东部、南部地区各有将近7成的患者因为交通不方便，捌出现中断治疗的想法。基金会指出，就诊率较低县市死亡率就相对悬出真多。南部癌症死亡率比北部悬出37%，东部比北部悬出44%。虽然台湾无大，不过患者的就医之路、城市甲庄脚的命运也是真无同款。记者自鸿报道。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甲艺文团体头摆针对艺术工作者进行劳动调查，发现讲要到5成的艺术人员，逐个月领无到3万。文化部也回应讲，会将这个调查结果放入来做一个检讨。社会上定定认为，艺术创作这都是探无者，工会甲艺文团体针对劳动议题做调查，结果显示。艺术工作者薪水低、工时长的困境是有影的。48%的艺术工作者每月的收入低于3万元。那如果说我们用现在大概台湾劳工平均薪资大概是5万元左右的水准来看的话，大概90%的艺术工作者都低于这个水准以下。在工时的部分，平均每礼拜工时52点钟，也超过法定的40点钟的标准。不过，大部分的艺术工作者是以承揽委任的职业形态，也就是讲无受劳基法的保障。你可能在创作的时候，你同时要身兼布展，必须身兼文字工作，然后你同时还必须接很多的工读，不管是经验上，或是很多人可能从事不到5年，他就会可能离开这一行。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在文化基本法里头也有做了修正。那这个部分，我们部里头要去定一个文化艺术采购办法，以及受补助的这一些法人团体排除采购法的适用等等，那避免低价抢标。艺文人士也呼吁政府唔通开大钱去迄个网馆，拄做收款费，才让让创作者得到合理的报酬。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林立种麻是真出名，上济时阵有到150公顷。
不过送去加工钱样的路途遥远，搁再加上农村高龄化，种麻的面积减不到一半。公所也透过绿社区培育计划，将一架子的地价果厝变作是煎麻油的麻油客栈，也让麻油芳留在地。庄仔厝、庄仔遐，保留永存的建筑风格。这是台南仁德中州里超过1架子的地价古厝。当地仁德虽然种麻是介出名，不过永存收成了后，就爱在半点钟以上去到安定或者是西港去加工。去年地价古厝经过社区改造了后，设一个低温转油机，正做麻油客栈，让附近的农民更较利便。这个案啊，实际上咱市政府都发局内底啊，今年都开始来主办啊，咱这个绿社区培力这个工作吼，今年都拢总才有补助20个社区啦，咱这个中州里啊，中心社区也是速度上紧的啊，第一个这个启用的这个这个作品啦社区规划师和地方居民沟通了后，发现转样的过程较了时，农民伫遐等的时，拢无所在通好去，所以就决定将麻油客栈边啊旁远的低调又个古迹变做是休困的场所，让农民会使哪等哪点伫咧遮泡茶开工。阮这个麻油客栈，我希望是一个产业。因为产业够发动支持社区继续发展啦。经过1个月的征收，地价古厝旁远的低调，即阵有新的活力，也让游客有机会来中州里了解做麻油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的薰叶厂有保留全台湾上界大做薰的鼎炉基础，也捌吸引真侪民众来遮参观。不过，即马这个薰叶厂封馆1年，要来进行整修，未来会成做屏东地区上界大的瀑布馆区，咱也做伙来看。伫1936年所起的屏东薰叶厂，历史已经超过1甲子。2017年全区列作历史建筑。除了中山堂整修后捌办过展览，其他区域拢关起来。进前为着配合2019年台湾设计展。屏东薰叶厂开放参观，嘛吸引真侪人来遮行打。就是学生、家长这样的团体来进到烟叶厂，那也让他们认识到说，原来在屏东市有这么保存完整的一个烟叶的工具。第一次这个原来是很封闭的场域能够打开给大家看见，那也引起了非常多的回响。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屏东薰叶厂见证日本时代到70-80年代台湾做薰工业的过程，部分机器和空间嘛保存甲真好。加上建筑是工业风格，伫开放的期间嘛正做网庆翕相拍卡的好所在。烟叶厂目前的部分，我们是获得文化部文资局的再造历史现场的补助，在利用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用大博物馆的计划来进行它的活化再利用。那也会希望能够有一些公共服务跟商业服务的空间。县府讲，因为争取到文化部的经费补助，薰叶厂会封闭1栋进行整修，未来按算规划做屏东大瀑布馆区，希望薰叶厂通变做推广文化艺术上好的平台。带动附近区域的艺文、休闲娱乐和经济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 Turkey 的有一位摕到真侪项自由畅水世界纪录的查某畅水员沙伊卡厄库曼，而且伊无用任何工具，干那靠着伊的双手，唔免换气，就会当畅水100公尺深，也成做世界上数一口气就会当畅水上深的纪录。今年34岁土耳其自由畅水女选手伊莎卡厄库曼，先数一口气畅在水底，用稳定的速度畅水向前。伊的目标是比旧纪录90公尺，阁要增加10公尺。而这项百米畅水的挑战，伫半路拢无起来换气，水底下也无任何的骨手帮或者是水龟卡补助。最后，伊挑战成功，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伫咧山洞内面无换气畅水100公尺的女性，也创金氏世界纪录。Yani ben çok heyecanlıydım girmeden. Nabzım hiç düşmedi. Normalde düşük bir nabız lazım. Ben epey nabzım yüksekti ama çok önemli bir amaç için bugün dalışımı yaptım. O yüzden şu an mutlu ve gururluyum. Evet, selamı da çaktınız. Evet. Yani zaten biz Mehmetçi'ye ithafen, Cumhuriyetimize ithafen kırdık bu rekoru. 对自细汉就下久的厄库曼来讲，要完成这项挑战无容易。伊所经的
吉林德尔这个洞是伫土耳其南边，是伫1999年才互人发现。经过科学家推测，伫冰河时期就已经存在。内面的空气正薄，水的温度也正低。严过伊讲，伫9年前就打算要挑战，伊家己有正一项畅水的世界纪录。去年才以1分58秒，伫咧无任何的辅助之下畅水65公尺，创女性伫咧活水域的畅水世界纪录。奥古曼讲，这面除了成功创今时世界纪录，也互全世界知影土耳其有1日会畅水家上好的设备，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行销土耳其这个真有名的洞。最后，伊家团队伫咧洞内面提出土耳其的国旗、国境军礼，这也正是土耳其运动员最近伫咧国际体坛正受争议的举动。记者综合报道。非洲的山地大猩猩因为族群数量较少，险险强要来断种。虽然讲这10多年来，国际保育团体甲瑞旺达政府做伙来合作，山地大猩猩的族群数量是由对680只增加到1000只，不过也是有真侪威胁，威胁到因的生存。这是位伫卢安达的黑山国家公园，负责追踪山地大猩猩的孙镜，嘴内底发出的声音，因的目的是要用这个频率的声音来安达这大猩猩的情绪。卖因为记者翕相，你惊惊到咯。From here, I can see the gorillas are busy for eating. 比查维拉甲同事正伫进行的工作，叫做极端保育，也就是彻底追踪每一只已经知影的山地大猩猩的行踪甲状况，互因定期做健康检查。若是有受伤的，爱赶紧来处理，以免受到感染。That data sheet we feed it every day. We record every activity in gorilla every day. 当年若是有拄出事的细只大猩猩，也相款爱定期列管。See, there's a baby behind. But that baby is on the list to be named. 大猩猩甲黑猩猩共属灵长目之下的灵科，那体型是灵长目内底上大只 ，DNA 排列甲人类有98%共款，甲黑猩猩拢被称作人类的远亲。过去几十年来，保育工作主要对象是分布伫卢安达、乌干达甲刚果的东部大猩猩，因内底东部低地大猩猩的族群数量超过16000只，离山地大猩猩数量减少真多。10年前的统计显示，只有680只。已经过身的美国动物学家戴安·佛斯在先前在1967年开始推动大猩猩的保育计划，1978年成立基金会，一方面在各国推广保育教育，一方面甲非洲国家来合作，请巡逻警察来追踪每一只的大猩猩。If we manage to preserve the habitat and keep doing investing our daily effort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that species, I think that population has a future. 10年了后，这阵山地大猩猩的族群数量对680只增加到超过1000只。研究大猩猩的专家指出，这是一项真了不起的成就。也不过，这人类的远亲也是真需要保育工作者投入真多资源加关心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天气要变寒，熊仔就赶紧摕出来抹来看气象预报，恁会上知影。北部地区为20度到26度，中部地区为21度到29度，南部地区为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为21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0度到27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